手把手祷告手，我们有看到吗？在路边有鸟，竟然在觅食，让我们不禁想起上帝的手很奇妙，他供应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有看到吗？他竟然在这个大马路在觅食，而上帝透过这世上所创造一切来供应他。你有看到叶牧师其实是去买菜，我还为的人要吃什么正在担心，正在寻找。看到这个景象，不禁感谢上帝，好不好？我们来分享一个家庭当中，我们常常为了供应上面，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尤其假日，我们有曾经过想决定要吃什么喝什么吗？在母亲节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决定想去哪里聚餐呢？可能5个人有6个意见这个是常有的事情，是吗？这也是有趣，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感恩的事，就是今天我吃了什么，神供应我什么呢？让我有好的身体可以消化，这也是一件很感谢的事哦。音乐牧师刚刚去买非常贵的葡萄，今天竟然特价2大袋才150元，这是感谢的事。代祷的事情有没有消化不好的？因为钟贤哥这几天一直肠胃不是很好，吸收并不好，求上帝来带领，好不好？我们就来分享一个家庭聚会聚餐饮食桌上的一件有趣值得大家提起来回忆的事情。属善神的恩典呢，手牵手，祈祷的手。